今年其实在整个兰花产业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其实，在产业面的部分，有更多的二代也相继接入了这一个行业。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程，也是产业延续。持续有保持竞争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又可以传承到上一代一些包括兰花经营的一些核心上的一些生长上的一个技术，甚至品种研发上的技术。然后当二代进来之后，更多的有关市场的一个消费或者经营，甚至有一些自动化的设备上的提升，其实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跟整个延续。因为我们在代工栽培，就是在专业栽培这块，我们已经钻研很久了。每一个客人他有不同的产程，那你要怎么把每一批都把它标示出来？这已经不能像爸爸那一个阶段，就是像小吃店一样，一个老板他可以帮你算钱再记菜单，还要再兼煮饭。所以我们这边都已经往电脑化了，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你拿手机扫我们的条码，我们就会知道这一批它是谁的，什么时候来的啊，它什么时候换盆，有点像生产履历。对，那我们这边就是电脑化管理，那我们可以往农企业的方向前进。在园区的好处是5大管路都已经开发好，那它土地格局是方正的。那方正的好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自动化会非常的需要，第二个就是好的交通，因为我们都是做外销嘛，那所以我们货柜车那么大一台，假如我们现在外面的路是15米路，但是我们一般的农地你要找到一个15米路的，实在是很困难。政府他们规划这块土地，对我们来讲是差很多的。第一，我们土地就差很多了；第二，就是造成这一个群集的效应。我们大家都在隔壁，我们交流很快，运输的成本，那些都差很多。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我们的兰花产业都知道，全世界的兰花1/3在台湾，台湾的兰花1/2在台南，所以呢，台南的对于兰花之于台南，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农业产业之一。那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兰花的这个外销已经突破了，已经达到了这个疫情前的水准了，甚至已经突破了。所以我们今年希望会能够更好，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湾国际兰展，一起来欣赏兰花。看兰花的艺术，看兰花的生计，以及看兰花的未来，都欢迎各位。了是阮家欢收看3月15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疫情解封，市长委托今日宣布，台南到仙台包机直航将伫4月1号起飞好消息。到时伊嘛将率团去访问。另外，日本迄时拄好是烟火节，所以旅业者嘛配合推出赏花甲温泉行程，创造更较侪观光商机。请启动台南仙台包机直航4月1号。在台南市长黄伟綽以及多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台南市直飞日本仙台的航班正式启动。市长黄伟綽当时宣布，第一座班机将在4月1号出发，并率团访问4月5号返台。那这次的这个直航互访中间，我们会有一些官司的拜会，包括拜会他们的市政府，还有议会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都会跟议会的同仁分头进行。那另外呢，就是产业的交流与座谈这些部分我们也会做。第3个是文化景点的一个参观。仙台市位伫咧日本东北方，甲台南同款拢是文化古都。为2006年特价为有2城市，伫2021年两市特价15周年，两市市长竟透过影片来分享致意，举办直航为两市的交流立下新的里程碑。在台南直接飞仙台的话，只要这个花费大概来回是9小时，那总费用就是不含这个旅宿了，就是25000元。那这个桃园到仙台就是来回要11个小时。那总费用是26386元。台湾国航荣幸能够从4月1号到6月26号执行共计6个架次的包机往返，希望能透过频繁的往返
直航的交流，带给台南跟仙台两地，不论是在物产跟观光上，能够有更频繁的往来。起飞东港拄好是连假假期，台南市旅行商亚东亚工会配合包机日程，推出东北省英文全的行程，希望未来会当予台湾旅客方便前往仙台，也希望吸引日本朋友前来台南观光。台南新闻杨春怀采访报道。台南市地政局办理永康六甲顶医疗专营区的市地中划10号正式动土，总面积4公顷，完工以后将提供1.2公顷的专营区，由基美医学中心使用，预计114年4月完成。台南市永康六甲顶医疗专用区市地中划，15号上午，伫个永康基美病院第3停车场来举行动土典礼。伫个古顶甲人狮团热烈的开场，有着市长黄伟哲甲侪位的议员、民意代表以及基美医疗财团法人等侪位贵宾共同主持动土仪式。第2条，第3条，市长顺内行。市长黄伟哲表示，六甲顶医疗专用区虽然面积无大，但却是位伫个永康的蛋黄区，希望透过中划，互该区过去原本破碎的区块变得更加完整，同时嘛用个改善交通混乱的状况。这个总共区域是4.09公顷，不到4.1公顷，那所以说面积不是很大，但因为它在永康的这个蛋黄区，尤其是医疗蛋黄区奇美医院重症的这个部分，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压力跟责任，要快一点把这个重划赶快做好。但是因为重划的部分不仅是牵涉到土地划一划而已，有牵涉到公共设施的这个施工跟落实，譬如说道路的开辟、滞洪池的挖掘以及设置，这些都需要时间。我们希望赶快把这个重划工程进行好，能够让奇美医院以及医疗的提供，能够提供给市民朋友最好的医疗服务。为了扩充医疗专用区用地，并且建构完善的公共设施，形成健康的聚落，基美医疗财团法人经过侪档的沟通，将病院邻近地区的主要功能定位做结合医疗产业加生活服务的需求，因此嘛特别感谢市府来开发。感谢市府认同并支持我们扩建奇美医院第6医疗大楼的申请案。今天我以欢欣的心情在此共同参与永康6甲顶医疗专用区市地重划的动土典礼。我们也承诺，重划后之医疗专区将以不增加原有的极限一般病床室及不耗损既有的医疗资源为前提，提供我们云嘉南地区民众最优质的医疗服务品质，并永续经营。地政局表示，永康六甲顶医疗专用区的市地中划区的开发面积大约4.多公顷，总开发工程费大约是2亿2000万。开发以后会当提供第2类的主体区，土地面积有1.多公顷，医疗专用区1.258公顷，以及开辟公园、广场、绿地、甲道路等公共设施。工程预计伫114年4月会用的完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大港国小6年级师生日前伫议员沈振东陪同到议会参访，议长柯丽丽嘛现身艺术厅，甲学生亲切互动，而乐因认真学习，嘛互民主教育向下扎根。伫个议员沈振东的安排，台南市北区大港国小6年级的师生大约110位，日前到台南市议会来参访。现场除了认识艺术规则，另外嘛模拟开会，对推选主持人、小小议员宣誓就职，到正副议长的选举，以及小小市长的施政报告甲备询，整个过程有模有样。陈佑瑞1人1票，吴冠贤1人1票，吴英竹1人1票，陈日慈1人23票。
国人请1元2票。希望呢，夏季每周3每人都1份冰品，跟下课时间可以开放电脑教室，还有每年举办1次园游会。之后呢，就是学生投票决定户外教学的地点。伫个参访的过程，里长曲丽丽嘛意外来献身，对着小朋友的表现，里长嘛鼓励学生爱加接触公共事务，和台湾的民主教育会用来向下来扎根。每一次的议会的议事体验，让你们可以知道说，议员到底要做什么？好，那市府他应该要担起的责任是什么？那台湾在行政跟立法的分权，它的界定是什么？那我想这个都比较深奥，还是让你们好好的来体验一下我们在议会开会的这个实况哈。总而言之，欢迎各位议员到台南市议会来参访，也谢谢市长，还有我们局处首长，这个应该是副市长、秘书长，是不是？除了伫个艺术厅的模拟开会过程，另外阁实地参观各政党的办公室，带予学生一节充实的民主课。里长嘛欢迎搁较侪学校伫个休会期间到议会来参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安南二站在地服务满6档，陪伴164位弱势长辈行过孤单的日子。为了感谢社会各界长期的支持，该站10号特别带长辈行出户外，甲大家做伙体验抗疫的趣味。长期关心弱势长辈的华山基金会伟大付出，得到社会各界肯定，成功号召真侪有爱心民众共同加入关怀赞助行列。为了向伊表达感谢之意，华山基金会安南2站15号特别举办感恩大会，为每一位帮助过长辈善事颁发感谢状。谢谢杨老师，谢谢。今仔日嘛是来遮来感谢的啦，吼，因为阮有做一个案，吼，阮有12区的社会福利中心啦，阮伫安南区遮嘛有吼。啊，就有一寡个案吼，拢是需要华山基金会这边的斗相共吼，像阿红甲小龟吼，这2个站长拢真正做热心吼，有时啊看到因拜六拜日啊放假吼，都会出去替一寡老大人安尼收迄个厝内底物件吼，迄个水管未通啊吼，阿红就冲过吼，替因通水管吼，真正做热心，做迄个真正做斗相共，迄个遮老大人安尼吼。议员李中勤也非常感谢基金会协助照顾弱势长辈付出，也希望社会上有更多人站出来，做伙来关怀弱势。我们华山基金会一路走来，真的非常的辛苦，也照顾了很多我们安南区的长者。那也希望说，我们号召所有的需要我们社会上很多的需要帮忙的这些家庭可以说有更多的好心人一起来加入我们照顾长者的这个行列。今日的大会，除了是要感谢真侪善事志工，安南2站也特别利用这次大家团圆的机会，举办抗疫活动，让真侪长辈回味儿时抗寒疾、抗鸡卵的趣味。偌久无抗疫啊？好诶，几啊年啊啦，20-30年啊。20-30年啊？较早敢有抗疫过？捌啊！捌看人咧抗，我嘛是捌。我咧住中骹，我住咧婚姻馆啊，就捌看人咧抗疫啊。家己嘛捌用。今仔算抗疫敢有趣味？哦，真好做。之前疫情的关系阿公阿嬷在家里也都比较不常出门呐，利用这个机会来回忆小时候这个抗疫的活动，希望今仔阿公阿嬷拢会当生甲欢欢喜喜真快乐安尼若是咱嘛是希望社会各界佫有较侪的善心人士会当甲咱斗帮忙无论是做义工也是对咱经费的各种赞助希望更多人来一起共襄盛举。华山基金会伫全国各地有将近400个爱心天灾站，服务将近3万名弱势长辈，提供年济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协助以及促进社会参与等服务，以乡亲助乡亲的服务理念，号召有爱心的民众加入。基金会也欢迎有更多人做伙加入爱老人行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台南市长委托伫第2任就职的演算，讲促进地方的就业，就是伊重要目标。今年台南第1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3月18号特别伫盛华文康娱乐中心举行，教授82间厂商提供4000外的工作机会，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职缺，拢3万块以上的薪水，机会是多元丰富。 3、2、1，请启动。那呢，我们就会发挥呢，在3月。用向前到努力表意识，台南市今年度第1场大型的就业博览会，3月18号特别伫盛华文康娱乐中心登场。市长表示，台南市失业率已经连续4档保持6度上低，所以市府一定会甲企业持续合作。 为下民众找头路，甲企业找好员工的服务。台南是这个失业率在6都里面最低的，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大家这么努力，一方面企业主提供了就业机会，一方面求职的人都能够展现出自己适合这个位置，的一个，所以说我们每次就业这个博览会，媒合比率都很高。 那我们还要追踪，不是你今天媒合之后2个月以后就起逃了这样子也不算一个成功。我们还要媒合的维持率，就当媒合之后，这个工作它维持是不是能够超过1年，甚至1年以上？李刚哥表示，今年就业博览会邀请82间厂商提供4153个工作机会，其中一半以上的职缺，各拢是超过3万块，机会难得。而且今年嘛提供接驳车。 职业咨询、美发、水当当等大型服务，鼓励找头路民众一定要事先做好求职的准备，展现家己的优势。台南新闻古文吉采访报道。今年台南新艺奖迈入第11届，伫将近400件公开竞争当中，要选出10位艺术家，加上邀请14组的艺术家要共同来展览。 这摆上届特别的是，展览地点分别伫台南市10间无同的画廊，要互民众看展览的同时，卖当顺耍世代人。2023台南新艺奖伫台南市长王伟体甲10位贵宾的见证之下正式开幕。这摆以汇聚的分叉点作为展览主题，作品包含平面、立体、影像以及装置，同时展现出多样议题。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术家，这么好的艺术家，可是，在这样不同的议题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形构出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底下，可以表现出我们的这多样性？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时代因缘底下汇聚而成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国家它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文化所凝聚而成。那么我们在这地方汇聚，但是我们又从这个地方开始分叉，走上我们自己的道路。所以我用这样的概念来凸显出我们大家在一个这样的奖项当中找到一个自己的道路。这摆伫将近400件的作品当中，选出10位艺术家，并邀请14位艺术家伫台南的10间艺术空间当中，以无同的对话情景来呈现。新意奖就好像是这个大联盟的牛棚，我说不是，它是我们的生力军及新的想象、新的思考方向的一个引路者。我们艺术博览会也好，我们台南的文化奖也好，许许多多的艺术工作者、创作工作者，其实在艺术的殿堂里，可能我们只有概念的领先，作品的卓越，没有年纪的赏赐。今年除了展览，也搁特别规划一场旅行导览，让大家一边拜访艺术作品，一边了解到台南这座城市。另外也安排艺术沙龙活动，甲新艺奖的艺术家对谈，针对无同的主题，亲自探讨创作理念。展览为3月16号开始，为期1个月。若是讲想要了解更侪资讯，会当就粉丝专页来查询。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高雄盐埕巷内一间剑牌专卖店，拥有自然设计外观，店家主打的是台湾当地食材所做成的剑牌，就连店内装潢嘛拢传达友善的理念。温暖的灯光搭配自然质朴的风格，这是一家专门卖各式咸派的店家。从店内营造的氛围及店名，
都可以感受到老板想要选用来自台湾在地的食材与素材，以及友善大地的理念。对，我想要让大家可以顺着节气来吃东西，因为顺着节气的食材才是最好吃的。因为我们叫土地食物制造所，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食材或是我用的材料都可以来自于这块土地。像是我们店里面的桌角，它是选用在台湾的石头，然后像我们墙面的涂料，它是来自一个成大教授的一个新的发明，然后它是用水库淤泥回收制作而成的。然后还有我们的灯罩，也是我们设计师他非常有巧思，他把回收纸打成纸浆之后重新塑模，塑成的灯罩。对，我希望这所有东西都可以来自于这块大地，然后我们再回馈给大家这样子。我没有想要把它塑造成一个所谓的网美店或是韩系店，然后我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其实是我们可以这么质朴的生活。老板特别选用台湾在地食材做成菠菜香肠咸派，或是手撕猪肉咸派，再以欧式手法中的 cheese、番茄或是酸奶这些配料，呈现不同风味。而每一份咸派旁边也都会附上小农沙拉，兼顾营养美味与健康。像冬天最好吃的应该就算是菠菜，因为菠菜真的是这个冬天最好吃的蔬菜了。然后另外我们还有选用了所谓蔡小虎猪肉摊的香肠，它的辣味香肠是我目前在高雄吃到觉得最好吃的香肠。像郑成主厨那时候说的，把食材拆解之后再把它恢复成原状，所以我把这个香肠拆解成肉块，然后放在这个咸派里面。整个菠菜香肠小番茄 feta cheese 咸派呢，因为我有特地选用 feta cheese， 然后去提那个辣味香肠的鲜，让整个咸派吃起来它是有层次感的。一方面你可以吃到菠菜的甜味，然后吃到辣味香肠的辣味，然后还有 feta cheese 融在蛋奶液里面的鲜味，然后还有上面小番茄会有一个比较多汁的感觉。我们另外一个比较热卖的商品是手撕猪肉薯泥咸派，那我是特地选用来自台南的黑毛猪，然后它是新鲜的黑毛猪肉，然后把它炖煮成 BBQ 风味的手撕猪肉。那下面我会用来自彰化的马铃薯，然后把它做成薯泥之后，然后填在酥脆的派皮里面，然后整个吃起来口味比较重一点点，所以我后面还会再搭配一匙酸奶酱。我们每一份咸派旁边会搭配一份那个小农沙拉。这个沙拉的生菜我是特地选用来自屏东内埔乡的一个青年农夫所种植的一个温室的有机蔬菜，非常健康。用心呈现的餐点与令人放松的气氛相得益彰，不仅满足客人的口腹之欲，也能在心灵上获得被疗愈的感觉。我们今天点的是那个菠菜香肠咸派，那其实吃起来口感非常绵密，然后非常的香，因为香肠部分就有微辣，我觉得有特别的体味，所以来讲非常的舒适的，因为就是我们逛那种盐城区，就是比较老旧的小街，在里面有发现那种比较算文青的店嘛，那我们这样感觉非常的舒适，那这环境也非常的安静。我觉得最棒的是每个客人进到这个空间，吃完东西之后都会说他们觉得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还有进来会觉得空间非常舒服。有时候有的客人会跟我说，他进来吃完东西会很想睡觉。对，这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反馈啦，因为我就觉得希望带给大家有一个精神时光屋的感觉，进来你就可以先逃离你外面的一些烦恼啊压力，然后放松之后你再回家，然后再继续跟这个世界继续碰撞。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最棒的地方。记者肖怡轩、蔡怡文高雄报道。感谢收看3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